居民要求運輸署係從速採取措施嚟到改善。佢哋又投訴現時每日朝早青衣兩條橋出荃灣都嚴重擠塞，但係當局就遲遲唔肯用交通管制嘅辦法去疏導。魏柏賢報導。晏晝12點，青衣島長安村巴士總站入口塞咗3部載緊客嘅雙層巴士，冇辦法駛入，司機同乘客都無可奈何。嗰個司機話：嗰兩部的士喺前邊阻住去路啊，轉唔到彎。佢話周時都有㗎。周時都有。咁點樣收貨啊？要揾交通嚟咯，多數都係揾交通嚟，或者要等佢翻嚟先得㗎啦。葵青區議員丁顯華話：呢種情況喺2個幾星期之前，3條路線嘅巴士開始用小巴同的士嘅行車線之後，經常出現。如果類似呢啲咁樣咧，就的士去食飯咧，可能係半個鐘頭或者1個小時啊咁樣，咁啊會令到呢度咧就出現一個好大嘅混亂啊咁樣。佢話因為原來嘅巴士站太多路線嘅車使用，所以要多一條線俾巴士，但係運輸署就冇採取相應嘅措施，禁止的士。另外，